入正直路啦，前面的愛心就係中間，追緊入邊嗰隻呢就係同友友噶，外邊上嚟嘅馬啦，有進神啦，出邊係6支嚟噶，最後100零米啦，的愛心走甩咗個幾身位啦，外邊6支追緊上嚟，沿欄追上，仲有馬珠紅峰嗰啲馬接近終點，的愛心贏到收晒腳。位呢喺入邊啊，位有啦，揾到位啊，咁啊再見到中檔位置追，致勝時機，出邊有加州一寶埋邊穿上嚟，仲有戰紅3000啊，最後100零米偷出嘅馬係的愛心啊，已經將後邊嘅對手遠遠拋甩而贏出呢場賽事，跑第2名嘅馬埋邊係電氣騎士。出邊愛心喺佢外邊啊，第3位有綠茵神區啦，第4位就係呢隻咧淺藍嗰個勇創派對啊，出邊追就係銀進嚟嘅，最後100零米啦，的愛心呢就已經係將後邊嘅對手越拋越甩㗎啦，進佔第2位，中間呢就勇創派對，出邊追上嚟有銀進啦，同埋喜蓮勇敢啊，接近終點的愛心收晒腳，等緊位追啦，係近至騰雲啊，好啦，最後300零米啦，前面和氣生財已經係放順咗，接嚟1個身位，外邊巴薩諾亞上嚟，沿欄追緊的愛心同埋心之行一隊亦都追緊，最後100米的愛心埋邊已經喘咗上嚟，心之行跑第2，第3名嘅馬。巴薩諾黨入邊呢仲有賢者無敵啊，揈出去外邊衝，有寶城智勝啦、標誌銀河啦，跟住佢後邊仲有威力奔騰、美麗奔馳啊，最後200零米啦，走唔走得甩呢？魅力寶區透出咗啊，埋邊有駿馬風采，呢個時候幸運遇見同埋標誌銀河一對上跟嚟，入邊的愛心，最後100米到啦，透出嘅馬仲係魅力寶區，左穿右插上嚟有的愛心，出邊位置就標誌銀河，接近終點呢隻的愛心。左穿右插，喺個馬群之中呢，穿插而上夜馬直路啦，最後400米到啦，前面魔術控制透出咗啊，外欄有狀元及第啊，的愛心呢就橙心第3位，中檔第4，仲有美麗第1啊，最後200米到魔術控制佔先啊，咁啊見到的愛心起勢追緊佢喎，外欄仲有狀元及第，最後100米魔術控制有少少外閃啊，的愛心一路車輪邊打緊上嚟，接近終點第1名，相當接近啊，似乎第一眼望落去的愛心咁啊喺外欄。咁啊，俾隻魔術控制嚇親㗎。咁但係呢，潘頓呢條車輪邊，飛輪步嗰條邊呢又攞翻出嚟啊，一路車上嚟。